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1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检方侦办京华城案，目前郭本德是防收押禁见。11日时，有以证人的身份，传台北市政府市长林钦莹，也有当时台北市府秘书长李德全。检方昨昏佫以证人的身份，传台北市政督发局长林周明去厘清案情。另外，昨昏有第2届提审防收押的台北市政府市长彭金星。前外头甲底裤台北市政府市长彭金星早起第2届提审，看起来表情轻松，行路警备车。下晡，彭金星委任律师到北扫入境。带冰豆浆。他有被遗书吗？让他重开啊？就侦查内容就不便多说，谢谢。北检持续侦办京华城案，第11头1届以证人身份传台北市政府市长林钦莹，也甲当时担任台北市副秘书长李德全了后，12个再以证人的身份传前台北市督发局长林周明说明。你知道柯文哲说今年3、4月还知道计划整容地狱800人，你相信吗？好，大家都是我们市府的好同事，那而且我也觉得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发光发热。好，那因应办案的需要，那这个北检或相关单位传他们去，看起来也遵守法令的规定，好，所以并不会有什么复仇客联盟。根据了解，李德全捌伫公文批注提醒郭文铁用这奖励有小发生这个问题，检方11已经传李德全作证，希望查清楚规个决策过程。北检对媒体的报道查扣挂假银行保险箱的代志，敢若表示无要评论，无法度证实。审检经委任律师欧元良早起嘛伫北扫，郭文铁的委任律师萧义宏下晡嘛到北扫入境。今天情况大概是怎么样？有没有讲到什么样的情况？除了京华城案，北检嘛持续追查郭文铁政治现金申报案，搁再约谈承办会计师段目前到案说明。当时真的是漏报吗？不过郭文铁因为京华城案互人羁押禁见，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以后有认罪协商，引起支持者不满，要求开除谢立功。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表示，无清楚谢立功伊的想法基础为倒来，并不是说没有做的事也要认，这不是所谓认罪协商的概念，已经具体陈述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展现一个态度，或者他们需要来进一步说明的，那就把它说清楚。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诉讼策略。谢立功认为郭文铁有需要说明的，都详细讲清楚，争取各界的认同，安尼才当反手为攻。民众党中评会时表示，有收到党员的申诉，会立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目前防收押，检方嘛当地调查金流。即马发现讲，因兜的伫银行有保险箱。郭文哲的看守陈培基昨昏就接受媒体访问，有公开口座，也有口座内底的交易记录，嘛强调因兜的钱拢清清白白。郭文铁的看守陈培基12接受媒体专访，公布口座加交易的资料，主要使用的财务来源分别是陈培基老母的口座、陈培基的薪水口座国家存款，2018选举经费存的230万。郭文铁薪水的存款、演讲通告费、交通费、出席费，也有亲友包的红包。我以上提出的这些加总起来，大概1628万左右。是。那这个就是对于我这几年，2016年年底来到差不多6年，2016年差不多8年吧。以来，我家里的那个现金的一个来源的一个证明。讲到进前政党补助款买上班的争议，陈培基讲，伊当阵是找因兜附近的中介公司带因去看上班，甲外界伫咧传的什么头家无关系。因若为什么变用陈培基的名买？伊承认是迄当阵考虑了无够周全。那时候真的是也是思虑不周，这个也是要对党也是很抱歉的事情。媒体报道，检验查扣郭文铁伫咧银行的保险箱，并且超出新台币上百万。陈培基讲，第一银行2个保险箱拢是伊的，内面藏的是结婚时阵的嫁妆金啊、大家送的月啊，还有250万的现金，是传予翁婿加囡仔有紧急需要时阵用的。我是有放一些少量的现金在里面，以备不时之需。几百万吗？金额多少？ 50万。出事的话，我都会跟小孩子讲说啊，你们
有50万可以当紧急的生活费用。但飞机讲郭文德伫无什么证据的情形下被羁押，即马囡仔住伫咧别位唔敢转来，就是超假灭族，因即马已经是家破人亡，希望外界会当了解无辜的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其他的消息。幻象战机拜二的时发生事故摔落海，外界即马关心讲幻象2000敢袂伤久。目前咱空军是和法国有议定讲，伫2028年要强化双人机，要搁延长寿命，会当搁飞10年。也毋过即马有立委就认为讲，幻象已经27年啊，爱赶紧买第3代的战机较妥当。幻象2000是真紧飞机伫天顶，有国军3大战机上优秀的飞行能力，部署新竹空军基地、东北部空防的重任。但是提早有一架幻象落去海底，剩的是全面停飞，接受特检，嘛互伫台湾服役27天，幻象的机能愈来愈旧的议题，搁一摆引起讨论。立委国家烦恼讲，中国军机加大了台的力量，恐惊超过幻象会当负担的能力。这一次不幸中的大幸，也凸显我们在救援、维护跟新式武器采购上严重的不足。第3代的新式战机的采购更是刻不容缓。这台战机的本身来讲，它所有的零部件都在时数内，不是老旧。空军确定无要态度幻象，和法国迄边议定2028年进行双座机的演修，嘛评估幻象阁会当阁飞10年。将幻象的飞行教官李英良，捌驶幻象当11档，飞行时速1000点钟，分析幻象伫大海作战的独特性，做一个伫高空专门攻炸的主力，和美籍 F-16B 无共，幻象有专属的战术战法，伫空战内面和中国军机交手会当发挥集体优势，造成大威胁。幻象它来自法方的一些武器系统，以及不同的战术战法的概念，可能对中共来讲，目前为止应该还是一个威胁，必须要很积极的去面对，准备要汰除或是upgrade 的一个状况。不过，幻象嘛要面对消息性相关的难题。李英良建议采购新式发射战机，为官训练会当更较紧来完成，但是后勤维保政治因素是一大挑战，也是较紧来执行演修，避免空防会出现浪碰的时阵。国军即摆正需要空防的新兵力，甲美国采购66架 F-16B， 同至9月底第一架战机就会出厂来交机。空军的高层驻美军事代表团受到邀请管理，空军嘛编3664万外备用政治教官，每年暗算有65个飞行员去美国来受训。听到好消息都会发生。另外，幻象落去海底，防救起来飞官假派分，身体状况真稳定，未来几天可能会当出院。国防部海委会从首长到所有的同仁携手合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杜英台是肯定国防部和海委会这摆做伙合作，伊讲规个搜救过程应该保存对内面来学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年第13号的轻度风台北北加，这个8、6礼拜会对琉球附近的海面通过，行向中国的浙江。咱同齐来看云图。今日咱台湾的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也有恒春半岛会落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因为今日是转透东北风啊，所以花莲、台东、恒春半岛落雨机会拢会降低。暗时即嘛一寸东北部的，也有大台北不时会有短暂雨尔。过到了后，苗栗以南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嘛爱细致伫云林以南，也有南投，伫今日有可能会上大雨。今年第13号风台北北加虽然是未直接影响咱台湾，也毋过北部、东半部的所在，中秋的时云会较高，所以可能嘛会落雨。乡亲若是要看月娘，就要靠运气。若今年中秋并无连假，毋过总共若是请拜一就4天的假。高公桥嘛有高公国道路南，伫拜六早起车就开始变多。若考虑中秋的关系，苏花公路对今仔日暗头开始要暂停管制。怪手持续咧清理放弃的土，车路会当通行了后，总地管制站每一天要是173的时段开放通行。不过，因应中秋假期，拜5下晡开始会暂停管制，到中秋过。9月13号下午5点，就是礼拜5下班以后就开始不管制了然后一直到那个18号上午8点，意思就是上班日上午的8点，这段时间都不管制。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管制，是对我们最好。但是你一定要管制的话，我们也是要配合他们。
国土交通的部分，国公局估计后礼拜一可能有袂少人会请假，就会当为拜六开始连续4天过中秋。估计拜六早起，高速公路路南的车流上济。整个形态来看，它可能是一个类似4天连假的状况，因此车流的高峰就是会在周6的部分。那预估交通量会到110万车公里，大概是平日的1.2倍。今年第13号风台8匹价，目前在菲律宾东边持续增强，估计礼拜挖进日本琉球，受到外围环流影响，礼拜开始北部、东北部有在渐雨。中秋迄天，北部、东部也是会受到大气压带影响。东半部包括恒春半岛这边的话，云量上偏多，而且比较会有短暂阵雨。那在赏月部分的话，可能就需要碰一些运气。因应中秋假期，大体高铁拢有加开车帮来疏运。高铁表示，目前中秋迄天早起上北的车还佫有座位，迄若疏运的期间，车头拢会加派人力，必要的时阵会启动人流的管制。迄若大体的部分。西部甲东部干线，长途的列车各时段拢还佫有位。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全世界第一好家人马斯克所创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是发起北极星黎明计划，昨天创下历史纪录，因互2个非专业的太空人行出太空舱进行太空漫步，这嘛是史上头一届无经过专业训练的太空人行伫太空当中。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是学到讲，真正是真牛，是一大进步。来看中国时报，警政署执行112年度青春专案，发现少年家做诈欺犯诈骗集团的比例有52%，人数嘛增加到616个人，有58%拢是去做车手，替诈骗集团领钱提钱。内底呢，更有超过3成的少年家，目前也是学生。来看联合报，行政院经发会月初时有举办头届的经济顾问会议。朱敬义、林明仁也有陈东升、刘金添这4个顾问有发出联合声明，这个部分的顾问的建议是为私，不是为公。佮替特定的企业要求减税，总共若是这建议变作政策，安尼就会失去公平，对国家的经济会有重大伤害。继续关心日空指数，台北安全对话昨天举办，焦点是放伫中国对全世界威胁，有讨论到台海的安全。美国驻联合国总大使克拉夫特有来台湾发表专题演讲，伊是呼吁讲，中国上准台湾，台湾就爱看到陆战争抑个以下冲突，台湾爱继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日空指数台北安全对话昨日举行，以中国对全球的威胁也甲台海安全为主题，邀请立场友台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发表专题演讲。克拉夫特呼吁面对中国无设限的侵台野心，台湾应该爱看俄乌战争以下冲突的影响，持续增加国防投资，强化自我防卫能力。China is investing that money in capabiliti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conquer this island. In the face of this threat, Taiwan must do more for its own self-defense. The question Taiwan's leaders should be asking right now, if China invaded tomorrow, what will we wish we had done? And you must do that right now. Taiwan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and the Taiwan people, they should have capability to fight protracted war of attrition until U.S. and Japan and the other country come to support Taiwan. 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将认为，台湾是较歹讲的岛国，面对中国侵略，爱有能力拍消磨战，一直到美日盟友援助，所以台湾需要建构全社会防御韧性，在紧急事件时阵，会当照常维持政府运作。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both call out intimidatory and bullying behaviour to ensure it is exposed as unacceptable whenever it happens, and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support those who are subjected to such dangerous actions. 捌担任澳洲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这个职务的潘文是讲，中国是澳洲上大的贸易友伴，澳中关系真重要。不过伊嘛指出，中国伫台湾海峡、日本甲菲律宾周围海峡的威胁行动，使人真烦恼。民主国家爱更加密切合作，互相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之前已经对外宣布要开放福建人会当来咱金门旅游，也若厦门市旅游协会嘛有向咱陆委会提出申请，希望伫9月18至20这3天，因的旅游业者会当去金门探路草。
金门县政府和业者嘛拢真期待，陆委会即马表示，审查正在进行，会赶紧完成。顶限8寸榴炮发射的过程，才在去金门佚佗的游客一定会去到西沙炮阵地来观赏有战地风情的炮操表演。不过镜头转去街路，会当看出游客是无几个。金门业者希望观光景开放，即马中国文旅部进行公告，会开放福建的居民去金门旅游，嘛，互业者看到希望。我们都乐观其成，希望大陆的居民赶快到金门来。全方面的准备都必须做好的。所以我们这方面也都非常努力。厦门市旅游协会已经向陆委会来提出申请，希望18到20去金门来探路。陆委会讲，相关机关当在做专案审查，会较紧完成。不过陆委会嘛，搁一摆讲，两岸观光的障碍伫咧中国迄边，目前敢若小可开放游客去金马，而且公布到11为止。中国团可申请3团32个人去马祖旅游，但实际入境的敢若7个，个人旅游的部分嘛，敢若10个人尔。我们的开放作为是比他们大得多。今年以来到8月份就13.8万的团客，大陆到台湾来的团客是0。主席，咱要有迄个勇气，咱来揭穿共产主义，要并吞台湾的骗局。老总统分享订读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想法，对中国是唔免客气。前一天伊嘛伫民进党中常会顶讲讲，中国开放台湾文旦的进口，但是敢若限特定县市，而且无经过双方合作的检疫平台，是利用特殊化的经贸往来来分化台湾，对建立台海往来互信不利。先禁止，再私会，再进行区别对待进一步的分化统战。对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没有任何注意。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共款是甲中方话话，要阁透过农产品来做分化统战，涉及检验的部分，两方的主管机关共款爱经过协议平台来进行讨论，保障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民主党的贺锦丽这一摆有特别准备，伊的出手是各项各准，嘛互对手共和党的川普是规个互贺锦丽去激到失去控制西胜地，这嘛去影响川普媒体集团的股票计数有66%。也毋过民调嘛显示讲，贺锦丽并无因为安尼生，伊的民调有称悬。华盛顿邮报阁针对中间选民做调查，发现讲川普的经济议题颠倒是较受到民众的支持。尼克森资讯的数据显示，美东时间7日暗时伫宾州上场的电视辩论，吸引超过6710万的民众伫看，超过拜川辩论的5100万人伫收看。90分钟的辩论过程，贺锦丽有准备掌控大局，诱拐对手川普，用正含甲激动的方式回应，表现了无好。And looking at that debate, one candidate was prepared, one candidate knew what they needed to do, engaged in a strategy and set of tactics, and left as the perceived winner. And the other candidate is in some cases reeling. And today, I think the Harris campaign is disseminating widely all of those various sound bites, all of those highlights, and the Trump campaign is looking to turn the page. 川普的表现甚至拖退所属的媒体甲技术集团的估计，11开盘就落16%，中到盘有小可回升，中场也是落超过12%。只不过贺锦丽优秀的辩论表现，并无大幅度提升民调的支持度。美国有线电视上网升而上新的全国性民调显示，贺锦丽平均的支持度是49%，川普是48%。6个关键的无确定的州，乔治亚甲宾州支持度正活是100%。What we know as of Wednesday about Tuesday night's debate, and what I know from the scholarship on political history, my best guess is that this debate won't have a big effect on the outcome. But because this is such a close election, even a small effect can turn out to matter enormously because the vote likely will be so close in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华盛顿邮报针对中间选民进行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受访者认为贺锦丽赢这场辩论。健保议题和川两个人的支持比例是2:1。不过伫处理经济问题方面，川普的看好度是有较赢面。公司新闻王维文编译。
因若顶日啊，伫即场辩论当中，川普伫辩论当中就有去批评移民。伊讲伫春田市的海地内的这个国家的移民会去掠猫啊、狗啊来食，不过官员已经驳回讲这是错误的消息。12日时，伫俄亥俄州春田市府就接到炸弹威胁，警方嘛赶紧疏开民众。俄亥俄州春田市外口有警车伫咧守，警察出入入看起来算是正平静。春田市有4栋市政府建筑，2间学校拢撤离。当局宣布，规个春田市因为有几路件炸弹威胁，市政府今仔日关闭，配合联邦调查局办案，查清楚消息来源。市长如意讲，炸弹威胁是来自讲伊对移民问题不满的在地人。In Springfield, they're eating the dogs, the people that came in. They're eating the cats. They're eating the pets of the people that live there. 春田市人口62000人。自从和前总统川普伫大选辩论时阵讲，有海地等国家移民甲人饲的猫狗掠来食了，就和全国注意。市府官员澄清讲，唔捌接到不完，讲有人饲的猫狗互人食去。社区教会也伫咧讨论安怎处理这件代志。We need a community that understands each other, that works with each other and listen to each other. 这几年有差不多15000位海地的移民，为了要逃离家乡的产价甲暴力，依照总统拜登新扩大的合法入境管道，搬来春田市，带动当地的经济。不过也和学校甲其他的社会福利机关服务愈来愈严，工资也一直起。不过地方官员讲，犯罪率并无增加。川普所讲的无证移民伫咧春田市食猫狗，互人批评是讲白贼歧视性的言论。纽约时报12日报道讲，美国网络政治杂志《联邦党人》有摕到一段不凡的录音，讲春田的居民伫咧上班的半路，看到4位移民伫咧城市的公园掠鹅，敢若是证明网络上的移民掠动物来食的讲法。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来关心今年伫亚洲上强的风台摩羯是这几天扫对东南亚，对越南到泰国灾情拢真严重。伫越南已经有超过200人死亡，因为伫泰国北部的清莱省嘛有9个人因为做大水死亡，共有22000户受影响。气象单位就表示，风台加上当地即马是雨季，做大水的灾情即马水消透袂离，灾情会一直延续到后礼拜。画面上会当看到泰国北部的清莱水淹加成年人的大腿，当时阁真错漏。救援单位一面出动救生艇协助灾民撤离，一面爱讲所有保持本身的安全，因为当地目前拄啊是雨季，降雨量本来就有较济。过去拄到会当讲今年亚洲上强的摩羯风台过来搅局，灾区的民众修连续几天拢提心吊胆。บางตีกำแพงของพังบางบ้านก็น้ำท่วมค่ะนี่บางหลังนี่บ้าน2ชั้นนี่เกือบจะมิดก็มีบางคนนี่ขึ้นมาอยู่บนหลังคาก็มีเจ้าตัวเนี้ยแต่ว่าตอนนี้น้ำตอนนี้ก็ขึ้นมาเรื่อยๆ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จ้ามาอยู่นี่เป็น30 ปีนี่ก็ครั้งแร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นี่摩羯风台为越南登陆中南半岛了后，一路向西扫过去，使各地有正大的降雨量。越南北部上大红河水位来到20年的最高纪录，严重威胁沿岸较低所在地区的民众。同时，大水河阁引起土石流，造成人员的伤亡。目前越南全国累计罹难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另外，伫半海地球外的奈及利亚东北部的大城叫做麦杜古里，虽然无拄到风台大水雨，算因河川的源头水坝崩爆造成水灾，规个城市有40%河淹去。救援单位的统计指出，罹难人数超过30人以上，另外有41万外的居民被迫撤离。麦杜古里四周围的地区，当年去拄到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侵扰，即马过去拄到水灾灾情，会当讲是无米阁兼论过。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该相信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众议院伫即礼拜连续通过真侪和中国有关的法案。中国州伫今仔日结束通过法案当中，嘛包括要支持咱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伊若顶日嘛有通过要用金融手段阻挡中国拍台湾，而且美国嘛通过要强化和台湾甲南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来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日时有证实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月份要去洛西亚参加伫洛西亚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
克里姆林宫是希望透过这届的峰会，来扩大影响力，而且阁要进一步优化和北京的经济关系。来看英国的国防部是对外表示，洛西亚有4架海军的军舰，这礼拜出现伫英国的水域，另外阁有2架洛西亚的军机入侵英国的飞行情报区。虽讲因无走入去英国的领空，也毋过英国的空军战斗机赶紧升空去监控。镜头搁倒来咱国内来关心，云林西里伫昨暗是发生轿车去弄桥上的车祸，一架轿车站7点外失控，先去弄到路边的车，搁弄入去桥上内底，有造成2个人受伤，4只奥多麦互弄害去。赛车姓廖的驾驶伊是并无食酒，也毋过伊讲伊细神才会出车祸，伊人是无安怎。这个轿车弄入去桥上，玻璃拢互伊弄破，也甲规涂骹。一台奥多曼一个夹伫咧轿车甲货架中，另外一个玻璃顶头一个有废料，互人看了就惊。云林县西里镇第一线中山路，12暗7点外，一台轿车拢无打动啊，直接弄入去桥上内面的店员惊一日。是听个嘣一声就进来了。说话稍微有点晃神。晃神，是下班有？没有下班出来了。警方讲，这台轿车是先去下到路边的大货车，结果弄入去桥上内面，还佫弄到停伫店门口的4台奥多麦。迄当阵店内有一对情人，想袂赴会弄到，查甫的伤势较轻，查某手骨头断去，2个人拢送病院。廖姓驾驶自称自己晃神啊，一时不注意就撞进全家超商里。一台无牌大货车，一台大型重机，还有3台补重机车。伤者1男1女啊，男性预防性送医啊，女性手部有骨折的情形。赛车的驾驶酒测台是0，也不因为赛车弄入去桥上，造成2个人受伤。警方正伫咧调查车祸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伫桃园的罗德有一间和政府签约的幼稚园，即摆互家长指控讲，伊的囡仔才3岁，伫幼稚园内底，因为无要困到第一吵，就互一个教保员先喙皮。家长讲，这幼稚园佮家长讲想要私底下解决，也毋过目前因已经报警察要提出告诉。哪看监视器画面，家属气甲提出质疑。伫困头的时间，囡仔无困去，发出声音。教保员徛起，毋是好好甲阿好困，是家己的面线几落下。为中昼到下课过至少3点钟，3岁查某囡仔伊的面红搁肿拢无消去，搁会当清楚看到掌印。家属询问园方，搁去恐吓，不准对外讲，毋再去找民代来协助。我们先陪家长到幼儿园，家长看到这个画面，气愤难平，坚持要提告。结果幼儿园居然拿出老师的悔过书，要求家长来原谅老师，再给老师一次机会。家庭保安幼儿园若无甲涉案的教保员停职做调查，颠倒摕老师写的悔过书，争取因原谅。家长伫个表明立场，坚持提告了后，园方才照规定向主管机关通报。经观看录影画面，教保员确有不当行为，已令该园立即调整职务，并不得入班。案发的幼儿园是伫桃园市路德有准公幼的资格，当地教育局回应，在伊举报了后，已经介入了解，12嘛去查察，只要审议认定牵涉到体罚还是不当管教，会当依法裁罚，教保员会面临上当终身袂使搁教。政府就是在扩张量的同时，也应该在准公共化品质上面给予相对应的监督机制，才不会让我们的家长受到政策的引导，但是孩子却没有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照顾。除了教保员欠缺正向辅导能力，监管基金会阁点出，准公幼有政府伫背书，相关主管机关扩张量的时阵，嘛都爱甲品质顾好。实际敲电话向园方，敢若表示还阁伫咧调查了解，暂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台中嘛同款，台中是有家长指控讲，甲囡仔互囡仔去读一间私立的幼稚园，当然是发现囡仔肩胛头、胸坎拢有乌青，而且这乌青个真大大。去调监视器才发现讲，同款是教保员有侮辱囡仔的行为，家长嘛是拍算要告。
细条的教保员是用倒手直接去逮一个4岁查甫囡仔的下海，不管囡仔安怎利用，伊拢袂放开。敢是去的镜头佫翕到，伊不时用手刺囡仔的肩胛头，甚至压制伫涂骹。查甫囡仔的家长出面指控讲，囡仔是读台中南屯一间私立幼稚园的中班，初日下课去甲接发现讲囡仔的肩胛头、颔棍和胸坎拢有大片乌青，了敢是去发现老师疑似苦毒囡仔。他把小孩压在地上，然后掐肩颈，再来就是压小孩在椅子上，把小孩子往后拉，连椅子带人再往后拉，然后小孩那时候就已经吓到大哭了。然后这几天来，其实我吃什么都胃痛绞了，我没办法就是释怀。家长随甲囡仔带去病院来验伤，诊断认定有精神病和正面颔棍刺伤，而且去警察局来报案，批评园方事后无任何解说，敢若打电话来想要甲规件代志拢烧掉，因决定委任律师来提告。园方违反幼教法、教保条例、儿童权利公约，细条教保员涉犯刑法的伤害罪和儿少权法。学校有违反的有那个幼儿教育及保护法，还有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然后也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好，那老师的部分有涉及到中华民国刑法的伤害罪，以及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护法。9月3日接获家长反映，本市南屯某私立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疑似于9月2日不当对待幼生，全案已经进入调查程序，并要求行为人暂时停止静候调查。教育局正式接到家长的检举，专案已经进入调查定数，而且要求细条行为人是暂时停职。幼儿园的负责人是无愿意接受访问，敢若透过声明讲，教保员确实有不当的行为，已经向家长核实咧，后壁会配合市府的调查，得到无周全的所在会好好反省。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来关心高雄城中城火烧厝了后，市府伫迄年就赶紧调查高雄的一寡危险老建筑，中都戏院是其中之一，所以有强制拆除。因为这戏院的一楼是市场有真侪大头在做生意，因的单位拢是用买的，是有永久的使用权。市府主本是答应讲，这大头会当搁转来摆大做生意，也毋过一个拆线，地主煞甲地规个围起来，所以这大头大商昨昏就出来抗议，要求市政府爱讲话算话。争权益，大商求布条抗议高雄市政府拆后无插，因为单位本来伫后壁已经变空地的中都戏院旧地址1楼。3年前强拆时阵，市政府讲会当中花旧所在摆搭，即马拢无影。6万块，我讲听，迄间伊即摆徛伫遐迄间厝啦，我有甲问地主啦，问厝主啦。因当初甲菜只做伙买啊，因买5万啦，即摆呢莫讲1000万啦，300万伊买无？已经55年的中都戏院1楼是市场，袂少大商伫50年前以5-6万买永久使用权。这个介绍当年伫当地会当买新厝。2021年城中城大火烧出危老建筑公安问题，2楼戏院因为天棚甲外壁崩塌的状况，互市政府来做危楼强制拆除。拆除了后，警察局伫现地维设单位，按过地主煞趁机会主张大商已经无使用权，叫我们去告地主啦。啊，可是他要来拆的时候，他是用他们的公权力。3大工会来看一看，出个共同声明，就想要拆人家的财产。这刚有道理，你至少要有一个鉴定报告出来嘛？面台这个市府无鉴定报告就拆，有行政的缺失。即马敢会当伫外口做所在做生意的大商表示，当初基本中都是危楼的，都是地主，不满市政府强拆了后都无拆。本府经发局提供相关补贴救济，协助摊商搬迁及安置，并依摊商意愿，优先以三民区中都街、中和街周边骑楼作为选择。市政府表示，会持续辅导大商，讲建筑当时有立刻性的危险，不过所有权人无限期拆除，唔再依法强拆。只不过大商已经对市政府提告行政疏失，一审判决会伫19宣判。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北市都市更新处的统计，途经申请的案量逐年拢在增加。亲像台北市伫今年1月至8月就超过200件去申請，也毋过若是来讲，途经的推案量却是拢在减少。今年1月至8月，双北途经推案量只有817億，这是比去年同期阁减130多億。伫台北彰化地段，附近中学复兴核心的所在，这个途经新建案，毋但是台北市最近这几年来少数新的高级厝。去年贡献400亿途经的推案量，根据主电杂志的统计，
最近这几年，双北1月到8月，都江的推案量，去年有到952亿5,000万，比去年增加41.7%，今年煞降价到817亿，减14%。去年它有一些指标的大案进场，它其实量体上面都相当的大哦，像3重的量体来到200亿哦，其实就会占据了它这个整体推案量上面带动的表现。双北都江推案量减少，不过根据台北市都江更新处的统计，最近这几年来，台北市都江申请的件数为110年的122件，了后每一年拢增加，今年估是1月到8月都超过200件，有到202件。因为因应5月有中央的食人奖励的递减，所以有一波比较送案的高峰，单月就有破近100案来申请。那这个部分其实更新处这边花了1个月的部分来做消化。专家指出，都江甲危老建筑的差别是都江需要至少2/3所有权人的同意，若危老建筑是爱所有权人全部拢同意。想要都江面积至少爱有300平，不过危老建筑无面积的限制。过来是建筑用质奖励上限，都江是比危老建筑较好。不过审核的时间，都江平均是以年来算，若危老建筑平均是3个月至6个月。做围绕的厂商一般都是规模比较小的建商，那规模比较小的建商，那么它本身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大型建商它做的都更案量体比较大，那奖励值也比较高。建商指出，若要得到建商的认同，就要愿意用心推动都更。大部分以伫精华地段，在地生活机能好，较有人要买，嘛较有利润的机会较大。因为都更一般拢需要较侪时间，嘛考验建商的资本敢是有够大把。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当年的9月2日是世界无车日。台北市政府为着要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骑 U-Bike， 台北市伫今年的世界无车日，佮推出骑 U-Bike 送你啉咖啡的活动。另外，台北即马嘛有一个计划，就是伫2030年的时，希望会当完成有7成的民众出门拢是坐大众运输。交通局嘛计划伫未来要推出更较侪票券，互双北的民众使用，而且月票的计数免清字。上班时间，台北桥顶边满满奥多麦有够塞，为着要减少车辆，嘛落实环保，台北市政府伫逐档的9月2日世界无车日，拢会举办活动，鼓励民众使用大众运输，骑脚踏车。今年拍算送咖啡，鼓励民众参与无车日的活动。真侪民众拢感觉坐大众运输真环保，嘛真省钱。阮老岁仔人半价啊，尽量选大众运输的啦，因为大家开车啦，创啥空气歹啦。环保也有一部分，还有就是因为自行车不用花钱。根据台北市交通局的统计，目前使用1,200块月票的民众大约是50万人，比去年的1,280块的月票方案，佮加出7%，表示透过政策的手段，真正会当使愈来愈侪民众开始使用大众运输。阮台北市政府所推出的1,200块这个公车票来讲阮有7%就是讲本来骑那个奥多拜也是开车的人有7%已经转去买这1,200块的月票。为着要落实台北市政府的目标，希望伫2030年有70%的民众拢会当使用绿色交通工具。交通局计划伫未来推出多款月票，提供湘北地区的民众使用。目前计数是还未确定，不过交通局表示一定会比1,200块的月票更较俗。台北市政府嘛希望世界无车日毋若是一天，是会当推动至每一天。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4月份的时，花莲大地震；7月份的时，佫有开辟风台，这嘛造成东部的观光大受影响。花莲台东饭店的订房率才剩2成尔。为着要拼观光，台东伫10月份的时有举办1个月的艺术节，而且配合1000块的政府的订房金的补助，希望社民众去东部佚佗。将天地当作表演的舞台，会当看到艺术表演，阁会当看到台东美丽风景。这是去年台东艺术节的表演。今年2024年台东艺术节伫咧10月份就要开始，为期1个月活动。台东县政府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加上政府逐人逐个月一暗上悬1000块的订房补助，呼吁民众来东部佚佗。这台东对东部影响足大，政府有一寡方案，譬如讲
大家若去遐大，对咱一暝有1000块的补助。这个方案已经延到11月底啊。疫情解封了后，观光旅游真兴，人人烧招去出国。照理来讲，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游客嘛应该爱增加才对。不过学者表示，因为花莲大地震，加上后来佫有凯美风台的灾情，毋但外国游客无法度来佚佗，国内旅游真侪人嘛无法度去佚佗，大大影响到花东的旅游产业。按比3月份来台旅客有高达有81万，但的主题是4月份发生地震，所以4月份马上就减少了20万了，从81万减成61万了，所以就是游客的很明显衰退。学者表示，9月份至11月份本来就是东部观光的小月，主办单位甲台东县政府呼吁民众会当利用这段时间去台东，加上一年一届的台东艺术节10月就要起鼓啊，16个表演单位会伫台东13个所在，以环境剧场的方式来演出。无同的天气，就有无同款的感受。每一场的表演拢是独一无二的表演。记者戴阿轩、谢桂林台北报道。屏东东港3年一考的迎王9月底要举办，因为游客去遐参加活动，上爱去的是花桥市场。不过，这个所在长期以来交通违规的问题拢真严重。最近警方已经加强处理，因为当地政府嘛有规划停车格，佮一寡过路人的设施，嘛会进行科技执法来整顿交通。今年5月份，屏东乌暗藏的季节，东港的街仔路游客甜甜，花桥市场附近真侪车拢违规停伫咧遐，地势人行道拢互乌多摆占掉咧，简单剩一条细条的通道。东港的花桥市场长期以来交通就真乱，游客嘛伫咧怨叹。即马镇公所伫咧码头边花桥市场的4颗链灯有重新画道路的标志甲标线，嘛有增加一寡停车的空间，街仔路看起来加较整齐，民众嘛拢真赞成这款措施。有设很多停车格嘛，所以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对，就是比较没那么乱，对，比较安全这样。是很亲近的，就是都很方便。比较空旷这样子。对对对对。屏东县警察局东港分局今年6月份开始大执法，计共开出710张违规停车的罚单，所落来镇公所实施交通改善措施，比如增加乌多摆的停车格，也搁有伫咧斑马线下底加插青色的底。另外嘛设置科技执法，针对无让过路人甲路边违规停车，按算年底开始就会当规工违规处理。将持续对华侨市场及东流码头周边强力执行取缔违规，维持交通顺畅，确保用路人安全。3年一考的东港迎王平安祭典就要伫咧9月底起鼓咯，到时人一定吵。东港警方强调，东流码头边啊有虚费收费的停车场、甲立体的停车场，民众千万唔通乌白吵车，影响交通。记者邱昭勇屏东报道。镜头来宜兰的城隍庙已经有200年的历史。拜三时传出有嫌犯甲这庙内底金身调包，警方调监视器已经抓到一个嫌犯。这间宜兰市城隍庙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不过所发生新庄去用调包的案件，庙方的人员11下晡发现讲，城隍夫人头前原底是供奉王仙老祖几国主，想袂到当头白日竟然红头换做李洞宾，庙方是赶紧报案。早上出门以前还是不是他？警方赶去庙内调查，发现王仙老祖的金身。10日透早，这个嫌犯已经把新尊请回来啊，放伫庙的后顶。也那李洞宾这个金身是无摕走。6点10分，我开门，伊就伫后顶的，放伫后顶。不过王仙老祖的新尊去用送回来了后，庙方发现讲伊的面甲头毛，哪像拢有去用喷擦，目眉嘛无去，红色的鞋啊应该是有搁擦过，外形规个变去。这身金身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乌白去用喷擦，庙方的人员是感觉真无奈。后续会请示神明了后，请师傅改恢复原底模样。将庙方所有的神像代为返家修复后上色，归还于庙方，全案依窃盗罪，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警方接到通报了后，调监视器，有掌握到涉案姓黄的查某人。伊到案说明的时阵讲，伊甲因兜的新尊请去庙林替换，了后甲庙林所有的金身拢请对因兜。规个收付撤销了后，再搁请对庙林。目前专案以窃盗罪，函请宜兰地检署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1999年，咱台湾发生911大地震，全台湾伤亡的人数有万多人，厝是都超过10万栋。那地震的中心是伫南投，南投的灾情真惨重。当时有一个画家孙小英用画笔记录灾后的南投。即阵25年过去啊，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是邀请11个艺术家，搁登去灾害现场创作，嘛记录修复好势、重建了后的景色。损害的玻璃酒厂，阁有放弃的集集车站。1999年发生的921大地震，一瞬间天崩地裂，尤其震央南投的灾情更加严重。当时有一位孙小英画家，世界画图记录灾后的南投。即阵经过25冬，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邀请11位艺术家，登去灾害现场创作，记录重建了的景色。迄个时阵，伊才68岁，吼，伊就想讲，我也毋是建筑师，也毋是医生，嘛无法度去救人，无我来用我上内行的素描来画遮的灾区的情形。这个画展呢，咱主要是讲借由咱即卖新的11个画家呢的产物呢，这个过程甲咱地震嘅记录，用这色彩的物件填补咱以前受伤的这痛苦。921地震当时造成万多人受伤过往，厝倒超过10万栋，整体的经济损失有3000多亿。参与展览的画家想起921地震，心内有艰苦嘛有感恩。玻璃是好山海水，唔知影讲那变安尼啦，闹心情啊，都逐日在过生活都真歹过吼。阮看到以前大家连住的地方都化为零，即马大家重新搁建设，的这个台湾人的韧性大家努力的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感恩我们还站在这块土地上。经过25年，过去熟悉的街仔路，如今有新的模样。这场展览伫南投抓教堂展到9月底，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艺术创作，呈现大家共心重建家乡的精神，用画图记录在地重建的历史。记者杨淑晴南投报道。台语文刊榜，咱来看进前有一套台语发音的教材，是有声册设计，是专门设计互囡仔来学台语的。有一寡大人会晓讲台语，袂晓写台文，唔知要对倒开始学起。即马就有老师利用这套基础教材，加上台语发展历史，要已经设计出大人的台语课。姨妈，若是偏转的口口会变做姨妈。听老师念学台语的母音，也透过一套台语发音教材学台语将转的腔口差。这节课用简单的母语教材，互会晓讲台语但是拄接触台文的大人，一个入门学台文罗马字的管道。我第二个囡仔才开始讲台语，我感觉讲我家己想要教伊安怎读台语，爱写字才会使传落去，所以我就想要来上课。台语是为闽南语来的，闽南语伊伫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伊有保留真侪古早音，保留一个古早音就会变做有鼻音甲文音。唔但爱学台语文安怎读、安怎写，也爱知影台语文的发展历史。这节台语课的讲师赖昭南认为，台语文发展的过程真重要，但是大家对这段历史拢较清楚。譬如讲文字的背景是啥物？是安怎咱会有台语的文字？是安怎咱爱学这个物件？我感觉这嘛是爱互大家去了解的。讲师也表示，学员对台语文的发展历史拢真好闲，而且经过解说，学员对台语的背景有了解，也愈有动力学台语文，对台语文的推广会当更加有利。记者讲李玉凯台北报道。芭蕾奥运已经煞过，芭蕾奥运是运动比赛全世界焦点。因为这届芭蕾跟文化奥运嘛受到众人的关心。芭蕾奥运的台湾芭蕾文化奥运的台湾馆嘛伫芭蕾引起真热潮。伫遐有办超过50场的表演，根据文化部统计，15天内超过7万人次去参加。文化部长李婉就表示讲，每年咱伫日本台办的2025年世界博览会，咱同款会用台湾表演团队去日本表演，来展现咱台湾的文化实力。
上心袂请是自细年。洪中鼎看望歌团演出台湾bản松的传统民俗看望歌。不过，这个地点不是台湾，是伫咧8月份巴黎奥运的文化奥运台湾馆。看望歌走向国际，这个安大死者家属的仪式也引起外国人的兴趣。过去看望歌伫阮庄卡算讲是真侪人拢看起的一个顶头啦吼。但是事实上伊内底有真有内涵吼。也包括咱台湾人对死亡的这个逻辑。文化部表示，这届文化奥运台湾馆拢总有112个艺术家参加，办57场演出，累积超过7万人次来参访。内容不但有台湾的传统民俗，更有流行音乐、舞台剧、变成风俗这个元素。文化部表示，文化奥运台湾馆展现台湾的自信。多元的表演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民主、自由、创新跟开放。就大阪世界博览会，我们再来一次文化的那个展出，我们就争取到文化部再去那边找一个场馆，然后在那边有一段时间可以展出我们的文化科技啊，还有表演团体各种表演，在那边展现我们的文化实力。文化部长李婉仪告，2015年伫日本奥萨卡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会搁再安排艺术团队展现台湾的文化软实力。部长讲，所来政府也会增加资源，帮助全国各地台湾 TOP 演艺团队辅导因发展。记者郭美玲、玉凯台北报道。今次世界纪录大全，逐年拢会出版。2025年，今次世界纪录这届有首上大机电动器皿，含1分钟就会当变上济魔术一个14岁的少年家。角度型板球的木搭配的含管搭，也是东九大赛季路人，这当中红收藏伫印度海德拉巴当地一间汽车博物馆内面。68岁博物馆的头家，就是这个国外汽车的收藏家和发明人。伊的汽车收藏品当中红收录伫个杂志公布的2025年，竟是世界纪录大全内面。竟是世界纪录大全是当年拢会出版一摆，发行机构金氏集团讲，2025年的版本拢总有2115项纪录，其中有超过80%是今年更新的项目。另外一支金氏世界纪录是一支200公分悬的电动器皿仔。创作者有 YouTube 频道是专门替4岁到11岁的囡仔实现梦想。And 11-year-old George sent us his idea for a giant electric toothbrush, and as soon as we saw it, we knew we had to build it. 英国狗仔的主人欧家含伊的宠物狗，拢总得到市场证书，因为经过伊家家，伊的狗仔已經會曉念話啊。I think it's easier to train dogs than kids, to be honest. I will stick with that. 佮对美國來的16歲的吉爾伯恩，伊是穿一雙一定愛用電的美規的23號的鞋仔，而且手嘛大甲驚人。My mom is 6'3", my dad's about 6'5", my brother is about 6'3", and I'm about 6'11". So I'd say I stand out. 其他纪录的保持者，佮包括愛爾蘭第16歲以下專門變魔術的奧康納，伊會當伫1分鐘以內表演上濟魔術的項目。第一本金氏世界紀錄大全是1955年出版的，2025年是出版的第70週年。公司新聞新聞部編譯。歷史和文化會當結合觀光，咱來看英國嘅著名嘅樂團 Beatles， 捌佇一間老厝辦演唱。因即馬即間老厝改做民宿，適合觀光客，嘛請真濟觀光客來遮觀光。壁頂掛滿舊相片，每一間客房風格攏無共。這棟佇英國利物浦的舊厝，較早是傳奇天團 Beatles 早期表演場地。伊以前是一間叫做卡斯巴的加比俱樂部，樂團佇俱樂部地下室進行超過40場演出。即馬舊厝翻新整理，有一個新的生命。It was the starting point. It was where John, Paul, George, Stuart met Pete. The 5 of them came together to form the original lineup of the Beatles, and it all happened here at the Casbah. 来这个空间无大的地下室，由披头士成员亲手设计摆设的，也完整保留落来。卡斯巴是由披头士初代鼓手贝斯特的妈妈经营的，短短3年，每一个礼拜六拢有披头士来演出。即马厝内开放出租的套房，分别是用披头士上起先的成员来户名。8月开始，起因袂少卖将入来大。旅游业者指出，
沿过超过9成的国际游客，拢是来看影剧内底的场景，为早期的哈利波特加福尔摩斯，到即马王冠伯杰顿家族，介意英国文化的迷众真侪，甲影剧相关的体验活动，捌伫2019年创造8.92亿英镑的产值。公司新闻杨眼编译。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咱先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咱再会。